室咧睇納斯卡斯啦，咁我今日咧睇呢個單間咧，其實50幾萬咧，係一個珠海市實踐公園嘅，咁大家可以慢慢入嚟睇一睇啦。咁其實幾十萬可以擁有咧係非常之好嘅。一開始咧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，咁你睇翻咧其實佢用Media 咁其實一個普通嘅品牌啦，叫大唔會話太好又唔會話太差啦。廁所啦，咁可以望一望，洗手間係啦，望一望啦，咁樣。咁成個感覺就好明顯一間酒店嚟㗎啦。咁呢啲酒店喺珠海市點都租到500幾蚊。咁你話橫琴有啲貴嗰啲酒店咧，租到1000零蚊咁樣。咁你平均300、400到500到1000蚊咧，其實啲酒店咧其實幾價。咁你當如果一個酒店咁樣賣咧，其實亦都可以。咁呢度咧前面咧，你會睇到咧係咩咧？叫做馬騮洲水域。咁遠睇咧就係一個橫琴島喎。橫琴島就係橫琴島有地鐵站嘅，第日喺呢個位置啦，咁可以落車啦。咁呢度樓下咧有一個游泳池啦，游泳池。咁前面咧就分別咧就係第3、第4棟咯。咁呢個優點係咩咧？其實咧你係擁有咧一線嘅光景，一線光景嚇。咁如果有咩需要咧，你可以打俾我納斯卡斯啦，隨時揾我就得㗎啦。好啦，拜拜。